藍光係眼嘅大敵，電腦、手機會射出藍光，陽光中有藍光，藍光會令視網膜細胞中嘅脂核素衍生氧游離基 A2E， 後者令視網膜後面嘅脈絡膜 Choroid 分泌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， 促使視網膜嘅血管增生，但增生得太快啦，令血管壁包唔住血管，結果水、紅血球、白血球滲出。呢個時候，醫生對病人話：你眼底有水、有血及血管增生，但最麻煩是白血球滲出血管。原來眼視網膜屏障令白血球不能進入眼，但而家因為 VEGF 而令白血球滲出血管。第一次見到視網膜而以為視網膜係外來嘅侵害者，後而攻擊，結果視網膜上嘅視光細胞死亡，嚴重影響感應黑白嘅能力。喺此，牛黃素能大大提升睫狀神經營養因子 Ciliary Nerve Trophic Factor CNTF， 引出視光細胞。